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知讲日本九州做风台，在地民众特别提倡起高粱，就是爱注意上大雨引起灾情。另外，咱形容一个人功夫真好，功夫真老，讲是拳打南山免火，脚踏北海高粱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高高高第一条。台语字典解说高是一款汤拖的名，亲像龙的款式，有蓝无壳，咱讲是高粱，又是传说中的水怪，有可能引起做大水的灾情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高粱，头前讲到这是传说中的水怪，外形亲像龙，假使讲伊若是一个滚架滚量，恐惊引起做大水的灾情。第二个词读做起高粱。过去这是形容上大雨、透风落雨引起水崩山，或者是讲土骹水喷出来引起土串流，咱讲是起高粱。有人讲是滚高粱，咱现代嘛用来形容海啸或者是海中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现代极端气候正时常出现，较袂着强一个上大雨，就可能引起水崩山、滚高粱，嘛就需要有防灾意识。假使讲若是大地震，就要特别注意提防引起高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高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